呢條影片咧會教大家點樣自定 WhatsApp 嘅連結嘅。有時咧你見到人哋咧 click 咗嗰條 link 之後就可以直接彈去 WhatsApp 度 send message 噶嘛。咁點樣做到咧就好簡單嘅啫，只要咧你跟隨以下呢一條自定連結公式就 OK 噶啦。咁大家可以見到啦，呢一個咧綠色框框入邊嘅咧就係你要記嘅公式，你只要將呢一段字裡面粉紅色嘅部分改成你嘅資訊咧就可以噶啦。例如第一個號碼嗰度係寫上你嘅 WhatsApp 號碼啦，同埋你想 send 俾人嘅文字就得。咁我而家舉個例子，譬如話我呢係香港嘅電話號碼，咁我就將WA.me 後面嗰橛字呢數字呢轉成香港嘅國碼852啦，跟住藍色嘅部分就係你嘅電話號碼，例如98765432，跟住喺問號 text 等於之後呢，就寫上你想人哋發俾你嘅訊息，譬如我想了解更加多。咁當呢你 send 咗呢條 link 俾人，或者你將呢條 link 轉做 QR code 又好，擺去你嘅社交平台各樣都好啦，人哋一 click 入去呢，佢就會自動彈咗去同你對話嘅 WhatsApp， 即使佢冇加過你嘅電話號碼都 OK 嘅。咁並且呢就會喺佢打字嗰度出咗我想了解更多嘅訊息，咁就會 send 俾你啦。如果覺得呢啲資訊幫到你嘅話呢，就可以 like、subscribe 同埋撳埋個鐘仔，咁我哋呢就會有新嘅影片嘅時候就會通知你噶啦。